回趟管理处，跑上跑下的腿儿都跑细了，我给你整了个特批。特批？你不用死了，但是以后也不能再说脱口秀了。一个字儿都不能说吗？对，说了以后一直清不了零，那不就自寻死路吗？来，拉钩，快！那我不说脱口秀，继续以前的生活，你呢？我接着当主任呢，当主任多好！快，别废话。那个窗户给你补上了，灯也给你修了，你妈给你的牛奶我都喝光了。那以后咱们怎么联系？你变成个西瓜，都变得这么秀气，你羞耻不羞耻？